对，是气功所说，我们有这样的活动，我们要做，是不是给我们一点那个给那种运作会，我这样子我才好做事啊，是，那个你钱到了，好，我大概什么时间我去安排你，你跟着我，不要太多，下次我们去请人谈，我教你说没个这样，我相信会进步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单位巴德跟凭证这两之间啊，我们可以讲到这种事情，不要太计较，你人多你讲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只有这两个单位你讲出来就有，你像你整个那个桃园市的人100多个人，你就讲比较听不进去，100多，所以说我们从小的单位一直给他灌输，才有办法谈论到，要用这种方法，是认为这样，不是不可以，是一定可以，我们不要一下子说我们是这样，为什么学生从幼稚园、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一个层次嘛，很难管不当然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怎么去整理这个人的心态，所以这些文化那么大，我们怎么去加强？当然一些我们说部落那边去多学习，尤其是我们刚才那里，我回去都会讲那些长老，或者是聊天方式没关系，他们都会说我现在我朋友会回来是从那里活动，回来想了解一下我们嘎拉什么样的连长，他说有一些自己要询问很多文化的事情里面，就到这边聊，那个讲他的这样子，我们就做记录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吸收到多，不像说用这样，不用是很多的，然后你把这些弄好了以后我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，你可以站出来讲，你的自然，这个也是一种讲故事一样，我用这样的方法，13个乡镇，12个市同度都要会啊，就像我们上次不是办一次，全部讲阿美族的话，不能讲国语，对不对？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做，就那一次还有顶多呢，没有仔细这样，很多的那个可以查了吗？可以。很多的事情就是看，有我们两个在看，他是比我前面的，我是后面的，因为我的想法，有点也是快要类似了，因为他之前他都会去请教嘛，我还有料啊，我可以发挥啊。那我们后面的呢，我们没有料了，我操，就等啊，就这个来比能不能有数啊，只是那个这样可以了比啊，那个心态，他就我过了几年。到处换别人，那种的是那就，我一开始也可以做那个，如果你们做一个，你既然是教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给单的精神是什么？就开始鼓励那些从那时候有志愿就当头目那种的那个小学，当然从小学就开始的，那个崇拜有没有？那种的力量，当头目人的那种的，总是会有一些开始他那就开始培训了嘛，他就可以学习的嘛，从小学、国中你看就开始练习。然后我是看哪里的，那个奇美的，还有开发廊，还有那里都兰，还有几个海岸线的部分，他们的年轻人，现在目前有点接轨。我上次也是去帮忙一下，有没有？那个年轻人就是他们下一代头目的人选的了。只有那个人，就可以选啊。所以说，刚开始我们或者说我们可以朝向这个目标，我的想法是这样。从哪里去？如果说今天我们也有这个陶冶是总头目，他应该要带领我们干嘛要投给他？对不对？
他就像刚才讲的，他有权利啊，这是看哪一个区域你们去交流，啊，这个机会他们去跟园林局拿嘛，对对不对？对，他是我们的头。因为他是我们的头啊，然后我们是区的部分的售价号，他虽然会几次的好，就会传承的啦，会进步，会进步啊。对，那个头目不是每一次都是吃吃喝喝，也是吃吃喝喝。人家就是哦，巴德做的那有没有？人民局啊，每次想叫呢，每次招呼刚好人民局刚好吃喝喝，哎呀不够啊，浪费那个钱那个有时候哈，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，辛苦一阵子，后面就会那个。但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目前为什么？出发点当然是蛮辛苦的，尤其是承办人。就是像你们现在就开始讲，大家都搞不清楚，你们是推广文化的，还是我们是推广这些的部分，完全对你们文化被排斥掉。没有，不是，我说现在了，大家的观念了，要慢慢起来。我说你们看，为什么你们都这3年1听，你们都什么那个？因为他完全，我在哪里去学习文化，我到处可以去学，那是错误的观念。你们的是，我要把它做一个编辑，有没有？你要叫他去，我要做编辑，下一代。我们上面的就要尽量吸收那些。我们还是对，只是这个什么，我们那个人我们不能脱轨嘛。下面的他们是教育下面的部分。对。我们上面是不要去脱轨，一直脱轨的时候就，整个就哇那个工程又再重来呢。像我们比较年纪比较有的就去部落去吸收那些以前的那些文化，教给他们，他们也去。对。去吸那个。因为他们就是变成他们是推广文化，那我那时候要这样子才会有效果。我打岔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工作？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桃园市现在的人口数可是我们都没有在进步。可是我们自己在做检讨之后，还有在研究之后呢，我们发现那个打棒给你被不扎，没有扎实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找病因。完了，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还是什么？因为我教育了已经30年了可是我发现到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听话了，都会区的丰年祭，老人家在跳，那个小朋友在外面喝啤酒，变得不断层了。这个是为什么？是我们的打击蛋还是头目的功能有效呢？还是要用什么方法？如果说用年龄阶级在各部落里面执行的话，有没有可行性？还有一个假设，如果说头目的能力提升的时候，主席可以不要，你辅导员留给头目，那是不是只有一个领导人？可以，这个也是一种是区总头目就变成他主席，然后去领导。对呀，应该是。那最早以前是这样只是后来那个领袖的那个时候2000日的就编了一个主席的那个，因为那时候这个登记不一样嘛，头目就哎呦，你登记不为什么？就这样，后来人家就直接翻了那个什么，这4年他说有没有？之前是用主席，现在转换到那个什么，刚才主席这2年都是你看主席做什么？他又增加一个人文课，他管我们这边，他要管我们写进会，还是要管我们头目会？他如果2个管，主席就没有工作了，感觉在那边他没有办法下达，我们是区总头头目。以前的市总头目来发落嘛，把事情就报给那个人文课的人，他也会去参与我们的会议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会多出那个什么那个协进会那个
没有作用嘛。所以我倒觉得说，现在重点就是告诉学校我们把那个东西社区的给大家改革好，我们把它给它做大，然后让那个如果说有功效的投入的话，然后那个主席就把那个辅导国家上班，我就给从本来就阿美族的那个传统本来就是这样啊。头目本身就有妇女会啦，对不对？要买了家政班，有没有哈？我们的体制从来，我们跟你讲，体制本来就是这样下去的。那个过了变双轨了，太多意见。你要听主席的，我们还要听那个系统。对啊，造成两个双轨，又加上一个人文课。所以不是，我现在的目的就是说，我很希望就是我们把头目这个稳住，按照远古以来阿美族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头目，就是要给他一个潜力。对，对。他怎么不能像那个主席啊，那个头目啊？对，怎么不能这样？所以我希望就是说，马上爱到过明年，然后呢？后面在教育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说，小朋友知道，以后我要当领袖，对，一个领袖，我要当一个什么？我们在讲理念上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目标是在那边，然后呢，我很希望就是我要知道，你到目前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跟你讲，你们比较喜欢叫嘎子答案呢，还是头目？我们还是沿我们的那个鸟肉案那边，头目是国语嘛，对不对？其他按喊他一样，我们叫嘎吉达，不要讲领袖。嘎吉达，好，我的建议，不要讲领袖，嘎吉达是就像这举例了，我们的米子样，举我们上次那个我们的集团级古拉斯，有没有？还是叫古拉斯一样。我说他从哪里衍生这个鸡蛋了？鸡蛋了，以后就变成你台湾的鸡蛋，他不要讲领袖。我跟你讲鸡蛋拿来用字来那个鸡蛋这个是字根，这个号，所以字根是鸡蛋，我们代表我们。讲话的人，答案是，那你要说阿妈面家的，因为整个部落很多，九两把其他人什么，才会形成一个部落，一个形体。你那过来个答案，就是那个答案它是有各族群的，推举我们就把等于是总干事了，那我跟你是这样方面的说，是他的到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人，按照他的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大就是你解释了。kita就是我们嘛，apakah itu kaya itu ang dia tak usulan 用嘎去把这个说是命令而不是派遣，有那个意思，人家嘎。那这个嘎拉南都有没有？如果说我们在讲说那个实际嘎拉南都是叫你去吃饭，对，这个是那个前缀嘛，你的那个动词，你不能这样。如果说我据我了解的那个他要带动这个的部分，基本上是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字的，不能说用那个那你的不是这么好。我们的想法是，为什么以前就我们的实际标有一个，他是做一个你带领那个嘛，其他前面一个带嘛。引导的那个领就是可能是这个字带，搭进我们的母语的部分来教你们。
你把个钉去，每次每家说前税后税，对对对。啊，你把个钉去他蹲去他，哎呦，就白真的，每一家，你说不是这个就是个确定的意思呀。哎，对对对，去做，一定要去执行，对执行，对对对。有没有？执行的对啊，就是好，要确定去执行。执行的意思不是说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刚才，因为我所听到这部分，但是因为它本身是你要。一大是你是刚才说我们嘛，谁要去执行啊？就是这个人要去执行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要这样去。代表我们啊。因为我就讲过。对对对，所以说我刚才我不是那个我所了解这边啊，可能我有请教过这个，你看，在以前那比较资深，那以前那个什么经济的时候以前，他说要带领导的那种的。意识场哎，这样对啊，我们都那时候是讲的，不是说你说这个桥梁不是的，因为执行的部分它是一定有一个要那个，就是有个这个意识这边老外都。其实用嘎，你刚刚讲的是一部分，它是执行没有错，它还是一个发令者，对，它还是一个命令者，对，指挥者，对，所以说巴萨，对，我们对，指挥，对，就是巴萨当然就是这样子的意思，对，哎，巴萨就是嘎就是命令，对，跟指挥，对，你一定要记到，不能用那个字去方，我们的那个这个字就这个字那时候是。也跟我讲的，我们就讲这个，这个是可爱的地方是这样的。就搞其他说，为什么之前呢，我们的我们多少岁就好，我说这搞其他的，就是起码我们要代理，就是后面的头目呢，那个是不知道民国几年那个头目是日本话，那个流氓头上多么带头那个，流氓头了，哎，流氓头，就是那个已经，帮接说的，我们还是用这个帮主不要那个领袖，还是用给大就摆自然打扮，这个才是真是我们的文化那个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你有的，你还是加个领袖，马来嘛，打别人的领袖。我翻译成国语的时候，你讲领袖也不，就是刚才说指令，按照你这边要做一个挂号是，你解释一下，后面想是他是带领指令执行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这样去做一个，然后他就一个观念就好。因为目前那个各部落的头目有一点就是说。就是我们尊称他，那你现在部落领袖嘛，头目嘛。领袖跟那个领袖差很多呢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的实际的关系啊，我跟你讲，领袖可能要我汉化的，就是说要被推崇。我们做头目，我们不是被推崇的，我们是要去引导指令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那时讲是领袖可能较好。领袖是像那个都被推崇了，非常大范围很大哎，又被推崇又被有没有？他那个像讲功啊，讲功或那个所谓，他是已经上京统帅，就有领袖，对，总统啊这些大那个我不能用，我那是不能用领袖。其他就不能用领袖来翻译成不能，好，一定要解释起来差异太大，差太多哈。就是一个指挥兼命令者，对，指挥者跟命令者，让去领导者，对领导，还是领导者。啊，就可能是领导是指定那个领导者，要讲领袖，领导掉。我们可以注明后面就领导，我们以后还叫是大家都可以用称，就是，跟主席一样的，对。好。我们这个字那个翻译我们在研究。你们先去研究，人家到时候会误会到那个程度。没关系，我也是，我们是看你们不是有秀那个衣服吗？有提答案呢。对啊。后来若水跟严明吉讲说，提答案的意思是领袖的意思。那个他们没有解释错误。对，从那时候才严明吉不是一直讲说领袖提答案。这边可能会很多人去争议，我想说尽量去找那个去采访去苗乱才是真正的，他们的解释也是这样啊。然后你把那边你在说起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敢推翻了。那我再问一下问你们这个，你们觉得
你觉得你要说啊，给答案跟那个我们现在在部落跟台湾的答案的时候，那个差别，大部分都是差在哪里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这边的不是自己像同村都是一样的，哎呀，有没有？都是你是那个电光的，就是电光的。我们这边不是、啊，也有电光的，也有台东的，也有花莲的，你看也有其他族群。也有的糟糕呢。我们怎么去领导他们？这个才是我们差异就是差异这个地方而已，其他都 OK 了。如果说这边好，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社区有，我们尊重少数服从多数，它会有3个的族群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就用3种的去，我说歌谣了哈，去那边去唱歌。对。啊，他们也是，如果说前面少数服那个，跟那个，如果嘛少数，不可能嘛少数了。啊？他们有他们的。对，你们跟我们不一样。现在有规划到，他们有他们的。现在3个都属他们都有规划好了。如果说我的意思说，你要干你们的社区比较好，有大部分的少数服从多数嘛。对对。那杜鲁你嘛，我们要尊重那5个啊，还有10个人的啊。我们用他们的，把喜欢那我们来跟人家说文化用他们的歌，我们可以唱他们的歌。我的意思，谁的？是不是这样？才会平衡啊！我就哇塞，怎么都没有唱到我的，我不要参加了会有。就是说，然后一个差异就是说，到底用什么的仪式？你那个什么，你都要，因为3个村庄的方式都不同嘛。这个跟我们之前住的地方同步，也常常这个地方嘛。那个也就是说，亚米索安尼亚洛，所有上面在亚米索当中，你们共同达成协议，对，就形出一个共同点。差异才来，我们的差异这个地方啊，其他也没有什么差异。所以当一个头目就是在部落里边周旋的，就是如何合作嘛。对，这样。如何团结，尊重。彼此互相，越多元，我们是多元化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，互相欣赏，这就是一个。你会唱的，那么你唱，你唱对，就是尊重他。部落去达成协议，这样子。像我们田正一样，米斯蒂，我们有活动，台湾、泰雅、卑南，对不对？阿美族，那边。